人唔作出犧牲，就唔會得到任何收穫。如果一位香港嘅後生仔想留住一大片係咁吉住隻眼嘅陰，就要付出一隻患有紅眼症嘅眼球，亦即係所謂嘅等價交換。而喺香港，我哋叫呢班犧牲者為 MK 仔。MK 仔從來都係一條唔易走嘅路，除咗將個頭髮染到五光十色，香港嘅 MK 其實喺行為動作上面落咗好大嘅功夫。MK 仔行路永遠都中意大搖大擺，本撇得嚟打着半點漏抽嘅感覺。其實佢哋知道自己行路行得好乞人憎，但係從 MK 行路嘅動作，我哋可以推算到呢一個係一種不由自主嘅行為革命。MK 仔左揈右揈，應該係對美國國債無了期嘅借貸上限感到彷徨而不滿，而個頭情不自禁咁跟住擺動，就正正諷刺伊朗核計劃一意孤行嘅發展。自此我發覺 MK 仔的確係珍貴嘅正面教材。其實每當我對前途感到迷茫同沮喪嘅時候，我都會望一望行人路上嘅 MK 仔。市面上嘅 MK 仔喺心口位置都會隨身附帶一個用嚟擋子彈嘅 Gucci 包。你當佢哋真係傻嘅咩？香港有邊度有咁多子彈俾你擋啊？奇怪嘅係一個學生又點會買一個佢哋根本負擔唔起嘅 Gucci 包？原來佢想話俾我哋知人窮志不窮，做人唔可以俾人睇死。我冇，我儲，先儲子彈包，再儲埋 Gucci 銀包，再儲埋條皮帶，集齊3套嘅 MK 仔就可以將 MK 經驗值增加到82 level。如果出埋對 Gucci 皮鞋，就可以將機動性大大提高3。成為機動極態。夠啦，亂笠24，成個世界又唔係得一款名牌，點解 MK 仔死都淨係買過一隻牌子啊？因為其他牌子佢哋根本唔識讀。咦 ？Channel Blueberry 呢個咩英文嚟㗎？Her 同 me 仲要加個 S 喎。唔係啊，唔係啊。Her 同 me 兩個人，所以眾數要加 S 啊！英文嘅 grammar 我唔係太明，但係 MK 仔喺中文上面嘅用詞都係好難捉摸，上堂悶到嘔啊！吓？我真係着撚晒㗎！屌，我直情跳晒掣啊！你哋兩個唔好再傾偈啦嚇！屌阿 Sir，你咪雷住晒啦！咦，堅係雷住？乜嘢雷住晒、着撚晒、跳晒掣啊？等我整合一下先，即係天氣差打雷打着個電箱，跟住個電箱就跳晒掣。跳晒掣就會短路，然後成交着撚晒，竟然可以將如此不幸嘅意外單單用9個字輕描淡寫。天然嘅災害，人生嘅無常，將生死置諸度外嘅氣概，不身為一條蕩氣迴腸嘅真 MK， 一個字。英雄出少年啊！除咗喺文字上面嘅考試 ，MK 仔嘅文化更着重喺人與人之間嘅接觸。一放學翻屋企就喺度開着部電腦招 fans。除咗招 fans，長期缺乏家庭溫暖嘅 MK 仔更會招埋阿哥阿妹。但係 MK 仔女永遠都唔會阿哥招細佬，家姐招細妹，硬係要阿哥招細妹，細佬招家姐喎。屌，講咁多咪又係為咗搞嘢？咦？咁咪真係亂倫？原來一直係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有時 MK 仔招 fans 並唔係純粹為咗食，佢哋更需要嘅係團結嘅力量。招成大班 fans 等大家可以一齊聯群結黨去蝦人。而理智嘅 MK 仔蝦人亦堅持一份 MK 界嘅祖傳法則，就係見毒撚就喐，見大隻就縮。簡單啲嚟講，即係欺善怕惡。望乜撚嘢啊？望，邊撚度㗎？西九龍反黑。唔好意思啊 Sir， 我頭先嘅語氣係重咗少少。身份證。啲字甩晒色嘅，叫咩名啊？傑少。全名啊？最愛傑少。乜撚嘢最愛傑少啊？你邊撚度鄉下㗎？你摁乜撚嘢啊？唔係啊 Sir， 我口堅堅。MK 仔做乜都真係從來唔理其他人嘅目光。係，雖然佢哋一直俾人笑，但係佢哋又真係開心過好多人，可能就係因為佢哋想做咩都唔驚，反而我哋細個嘅夢想，一直想做嘅嘢，要驚呢樣驚嗰樣，驚自己一直行緊嘅路唔係跟住其他人行，會唔會有時唔使諗咁多，為自己想做嘅嘢努力搏盡一次，人生總要 MK 一次嘅。Let's keep my dream alive, and you can light up my life。跌倒過，錯失過，退縮。